啥物愿？当时你若发点数愿，你即世人就王铁发这点文书。哦，你若发领任的愿，你即世人就做领任。共款，组长，就人才、厨师、讲师都一样。你当时发啥物愿，你即世人来做啥物工作？你若讲当时无发点数愿，你即世人想要做点传书，不要妄想，因为咱当时就发好啊，都讲好啊。所以咱即就是不管咱即是点传书、上伫什传书、下伫到人才，大家各安其位，互相体恤，互相帮助，安尼，互相来行道，不分高下，不分贵贱，因为你当时发的心就是安尼啦，所以即叫愿啦，一只咧，咱无遐济时间啊，咱来讲。第三大点，第二大点叫当快马加鞭，各位学姐，为什么要快马加鞭？较紧的啦，真正无迷糊呢，因为夹鞭夹那个嘴边呢，各位学姐请教一下咱搁出偌久？唔知我知。咱台湾查甫的平均年龄啦，我讲平均年龄啦在台湾查甫的70岁上界悬平均年龄，有的50岁就走，有的40岁就走，有的60几岁，有的80几岁不定啦所以平均叫做70岁。分到的较长命，分到75岁。你也看互我今年已经66大顺啊啦。你看我剩几档？剩4档啦。所以互我去勇敢去讲这有一个浅浅分到我拢举手啦。讲师啊，你若讲安尼，我今年85啊，早就该死了我讲唔是安尼呢，我迄个唔是安尼呢。我是讲平均年龄啦，讲是安尼。所以咱在座的，你即若超过70岁的天道，你恭喜。这剩落的日子一定爱好拍拼啦，当快马加鞭啦。那困到超过70岁的爱赶快啊，莫搁害太啊！你讲我老苦苦啊，袂晓做，我也袂晓讲道理，也袂晓啥。我就跟你讲，咱就是老，咱较温柔。所以阮学家最近有一个刘妈妈，谢妈妈，谢妈妈，今年84岁啊。当时的亲口呢，情改拄我当半一年阵来亲口的，爱太来亲口伊拢袂听道理正经拢袂听道理因祖囝白姨妹，知影道足好，拢敲电话来妈妈讲，妈妈这道足好的，你着爱去道的，你着爱去亲口啦。妈妈不方便啊，爱上安尼嘛对，伊实在咧医困啦，都敲电话医困啦，拜托诶，你去同阮妈妈带去求道，带去亲口安尼啦。我无问题啊，第2小电话说，就伫因迄条路尔，就安尼啊，伫迄条路就共条路啦。伊就去拜访伊就带伊来求道真改咱是当甲即摆亲口班，拄我迄改，伊拄我对有着，拄来亲口。各位前提个，伊亲口了每班必到。拄我囡仔班、读经班无来名其他总教。阮学校有新德七班，伊嘛教。咱学校有六组大叫金光经班，逐工都教。有六组大叫，伊嘛对咱教。新专班嘛一定来，不管落雨透落雨拢来。咱营养有体育班嘛拢来，中心有啥物班总来。了解就去无啦。迄工甲因祖囝敲电话讲，祖囝，我才感觉怪怪啊，无爬无条，会行会走头壳搁清醒逐项都好80岁讲来怪怪啦。因祖囝甲阮全命转来，带去医生看，心脏带跳200个啦，你变着安尼啦。讲妈妈，你跳200个，有够干啊？有咧，我看咧，加工就再见转。真正咧，就足好走的就对啦。8岁2后加工，迄婆仔想来穿啥？规身躯拢高高，迄面容讲比我的时阵，迄面容搁较好看。迄婆仔来穿啥？讲后壁来搁收收，哪是有死啊？无死啦。共安尼伊先倒转去啊，当半啦，各位姐姐，会好袂当半啦，到即仔袂2当啦。你要拼无？赶紧拼！你嘛讲我较早做足济啊，过去心不可应啊。
讲吼，无我代志啦，绝对袂来教我啦。伊也来吼，我用乌胶我就个挑，用我喙啊剁到喙去，安尼。哦，伊就毋惊，伊了子就走去甲猪仔讲啊，猪仔，甲见了子了啥？抓来啊啦！抓来遐细只，我百外公去当缀者讲无咯，伊无命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伊嘛无要信啦，伊也无进到就对啦。哦，了子倒去甲牛讲啊，牛讲抓遐细只，我牛地下一个吼，我喙去，我咧惊啥？哦，安尼啦。去大羊仔讲，伊仔讲我抓迄袂惊，我用我的号码去了踢一个吼，飞去吼青蛙园，嘛免惊。哦，所以是毋是大家讲拢无啥，无咧进到去。结果迄只蛇吼，去咬着迄个啥农夫的太太啦，农夫的太太啦，农夫太太吼中毒啊，赶紧送去病院，住个4千，搁较早有救倒来，有救倒来钱开足济啊，农夫无够钱啊，而且太太的身体虽然好啊，虽然迄落有救倒来，搁身体足虚的，所以农夫就将迄只鸡杀落死，保因太太啦，安尼款的咯。这嘛无够，搁杀猪仔，来保身体啦，安尼啦。这无钱将牛买去互杀啦，嘛将羊买去互杀啦，搁这个安尼有关系无？啦，嘛讲无关的，拢有关的。所以咱业报啥物时阵来，毋知影，赶紧做对，赶紧做好。第二就是啥？选胜道场。各位姐姐，咱定来运动。各位姐姐，咱的牌楼写什么？咱看过。选胜道场是选胜道场，选圣人啊！啥物选圣人？未来咱今日咱开始的，讲未来要选3600姓，48000县。较早我咧听这，我咧讲安尼我拢有份咧，真正呢。3000几个姓人48000个县人加合才5万几个人尔。过前你看，咱这影片道统是伫路途遐来传到前的，100几吨咧。你看路途传路，师尊师母过前你敢知影？迄阵的修行者迄参咱这比开迄真正这大家修行拢够厉害就对啊，经济拢足好个啦。我迄阵也有道长咧，后老接人，各位前迄拢比咱修行的啥更较完满的。你5万个，早就接了咱才有机会来。我去研究了甲迄老师来讲，毋是安尼迄是数字爱着讲互咱听啦。伊讲3就是离卦，6就是坎卦，所以坎卦加起来了，叫做水火既济。就讲你有法度修甲记这卦，记这卦就是啥？就是圆满的卦，就是你会当成圣成贤啦。只要你会当修啥？修你的佛性光明，你就是啥？记这卦，你就是啥？成圣成贤啦。所以复卦咧，书法就是坤卦就是八，震卦就是4，所以叫做地位福。福卦是啥？福建天地之心，只要你有法度将你的佛性恢复你本来嗰前提，你拢有法度成圣成贤。安尼才有下面讲啥？上天咱咧讲的，人应该有佛性，人应该可以行得，是这样子吗？安尼大家才有分。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咱即就是要选进拔萃，咱大家都有份。所以咱前2天来讲的，恁大家拢成道我到尾转来，几人已经成道转去敢是安尼？真正咱就是爱迄个悲观。即代风倒咧，啥物代志？咱即叫选进拔萃。人青阳旗领导人就转去红阳旗嘛转去叫，而且咱一份白羊起来了叫做移温地主。啥物叫移温地主？我照即代来讲，即代古早时咧，真足歹看着咱较早切是拢倒伫顶面落，80个拢直接出来对不对？伊会原地出来。人就用布袋伫遐死。互我细汉就是拢负责拄遐镊所以翕安尼啦。这牌就规种咧嘛，人摆就走入布袋里嘛，敢是安尼？全部拢吹了农夫会起迄吹伫遐迄牌就无够
过换伫头前这咧，这毋是歹哦，拢剩半粒，无剩3分之一，无剩4分之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讲到讲要肥粒，佫无法度。哦，啊，讲要等了甲佫毋甘，这叫移温地主。啊，农夫边啊，较紧诶，摕台啊，将这半粒诶轻轻诶，哦，啊，佫抬，而且年代真的是一只龙胎呢。啊，你佫袂惊，毋甲紧快马车变掠向，啊那去用护厝去用买厝咧，含移温地主都无出价啊，你敢知影？所以爱赶紧的快马加鞭，啊无真正去用开除哦，过来，伊其实来讲，易经伊进拄行到行到顶外，这一爻叫做十当运，这拄行到第几爻？第5爻，啥物叫顶外？个即个道就是鼎，古早时代都煮饭、煮菜、煮面，拢是用即个鼎，只无像咱这遐方便用鼎，无遐好卡，古早时代就即个鼎。第5爻就是鱼啊，第6爻就是迄个卦顶外的卦，所以这就是行到第5爻、第6爻上介好的爻，就是讲这20当运会成就足侪圣人呢。我今仔日种一只小天气啊，你敢知影？这本来袂使安尼讲的啦，啊，佫无法度，咱民本认真去互我着讲这个主题，这个主题一定爱通一只去啊，真正。所以这20当一定会成就做社会做一圣人呢。为什么？你遐想啊，第6爻就是鼎卦，做一个比喻，你要找红菇、找馒头、找啥？找猪粿、找咸粿，因为咱粿是哪粿了了？粿前日，你个卦摆来看袂熟袂啦。个你鼎烧甲破去也嘛袂熟啦，何敢是安尼？因为卦要看啊。这就是已经行到迄个鼎卦，所以你这个卦看落了，内底物件就是你，因为咱这个天鼎地炉伫这个鼎内底咧连，所以咱今仔修道真道真可果然易，有情无情是金衣，敢袂啊？拢就是这连呢，这就是这个卦要爱看落啊，这个物件会熟袂？你会成就袂？看这个时阵10当运所以赶紧的快马加鞭啊！要等啊！你要等啥？你要等一天你过前线，等到一天向伊相行3去叫有咧，歹啦，敢免等啦，一定到的啦，我爱保证啦，免等。是毋是咧？嘛等一天啦，迄天免等啦，所以爱赶紧啦，行到顶个会挂啦，这就是要成就的时阵啊啦，无会做无彩哦。所以这时阵来讲，毋通等到奄奄一息，甲冷漠无常；毋通等到无药可救的时阵，甲甘愿生命；毋通等到生命终结的时阵，甲啥断恶行善。这种大概意思啦互我来讲，这就是啥咧？咱要发愿，有哪会方法，有哪会对。我有一个朋友50几岁尔啦，食酒啦，食饭卵啦，安尼啦。爱就去用盐料，一定袂使冒气啊！我就去拜访伊，我啥物人我要紧无啦，就知影互我食菜。伊同我讲安那，你毋知，伊我发愿咯，阿红啊，我会好我就要食菜对你食，我讲好。不过我头壳想啥，你毋知影？袂好咧。我这是啊，我安尼，袂好咧，袂好就我讲。咱家太太就坐伫遐，你去遐望，35岁、36岁迄阵，伊就去用盐就大肠癌啊啦，对不对啊？咱家太太，因名字年轻的妈妈，嘛是医保的妈妈，30几岁迄阵就去用盐就大肠癌，迄落咱李大家学上有名的，李大家迄阵宣布去6个月尔，真正，你看咱太太讲既然剩6个月尔，安尼好。大家领入因翁迄阵做领入嘛，我甲领入。我准做下水我嘛要清口。就真正清落啊，清落到这个伫遮啦，真正伫遐。安尼还我原袂，毋嘛我好啊，敢要清口，安尼毋对啦。我来清口要安怎拢换去安尼就对。敢知迄免讲啊尔，真正免讲啊尔。迄王八姐今仔无来，昨昏来。
王阿珍嘛是较原要青岛，做做明仔载要青岛，今仔去挂急诊啦。挂急诊足严重的啊，组长足自卑的。阿珍啊，明仔载要青岛咧，你真正严重要安怎？伊嘛是共款的，我嘛要来，医生问我青岛，我头走出来，安尼咧。来青岛了就好啦。你看这关会晓看袂？你感觉啦好，咱最后来做一个啥？做一个结论。这5话我较来讲，将来的成就无伫咧道场的大小，嘛毋是伫分堂的啥庙宇的多寡，嘛毋是信众多啊少，就是看咱修道人是毋是真修实练，护守原戒，无贪无妄，不争不辩，心性圆融的功夫去完成家己的使命，好先生，这就是上界大的重点。总讲一句话，咱未来毋是咧看这有形相，咱嘛毋是咧论这有形相。人咧点传书过6000个，咱点传书到17个尔。人咧人才人山人海，真正咧，迄点传书偌济你敢知影？我去食春茶迄服务拢点传书出来服务的，毋是人才咧服务咧。因咧点传书比咱的人才较济，所以免比啦。人比人气死人啦。嘛免比分长大小啦，免比迄啦，嘛免比人济啊济啦，嘛免比迄啦。看咱国人过节节，咱家己发的愿，自我好势，家己守的来，守我好势，嘛破解。无贪无妄，不争不辩。啦。本来就是安尼。上界用的即句的心性圆融，就是你一定爱明心见性，开悟上重要，啥物拢无重要。了解吼。所以你看，这5话一定要交代做好势所以咱若即世人来修道啊，佫无开悟，足无彩的，你敢知影？所以一定要想尽办法，一定要大家明心见性啦因为时间也拄啊好啦，互我原来报告到遮，做者不足的而且咱做出来写成歌，而且咱监人、副监人、各位点传师各位助理、领人、各位前贤大德多多包涵。只有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途丰泰。谢谢。大众齐齐。你跑来凶呢？你跑来凶。感谢陈永宏助理的分享，钱道出，坤道出。那我们接下来休息20分钟，等一下就是。